各位播道會嘅堂主任，我喺呢度咧，好鄭重推薦呢一個第12屆亞洲播道會呢一個會議，歡迎大家一齊參與。咁咧，我咧嚟到引用咧彼得前書第4章第7到第8節，聖經係咁講，佢話萬物嘅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最要緊嘅係要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嘅罪。我覺得喺呢一個好紛亂嘅世代，唔單止我哋自己呢一個香港呢個城市，我哋更加需要咧係結連咧我哋唔同國家嘅播道會嘅教會領袖一齊同心合意，彼此守望，互相鼓勵。我哋就係用基督嘅十字架，我哋係彼此建立，我哋需要係搭建呢啲橋梁。互相一齊鼓勵同行，合而為一，彼此切實相愛讓我哋咧唔動搖我哋呢一份對主耶穌嘅愛同埋委身，我哋能夠去感染我哋各自唔同國家地域嘅播道會，更加被主嘅靈大大復興我哋，一齊同心合意，興旺主嘅福音，建立主嘅門徒，直到主耶穌再來嘅日子。願上帝賜福你哋，以愛為橋，聯繫亞洲 ，Crossing Bridges through the Cross of Christ。11月喺日本等住大家，亞洲播道會第12屆嘅會議等住你，快啲報名啦！